南韩高级公职人员犯罪调查处车衫要掠南韩总统尹锡悦接受阻挡。调查处是发文给代理总统崔尚木，要求总统警卫处袂使阻挡逮捕的任务。另外，虽然今仔日当地气温零下1度，伫咧总统官邸的外口，也是有支持尹锡悦的民众伫咧示威。 占据伫首尔汉南洞总统官舍大车路口的大批的尹锡悦支持者，随时即天天气摄氏零下1度，不过大家拢精神正好，伫咧花口后会着标虎甲旗啊，一寡政治立场倾向保守派民众。 手内举的旗啊，除了韩国的太极旗以外，也有美国的青条旗，甲用英文写的停止撤出的标语。这是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，川普选输了，支持者即个选举结果时阵发的口号。 트럼프 대통령이 그 윤석열 대통령에게 힘을 실어줄 것 같고, 내가 믿고, 그다음에 탄핵이 이게 옳지 않다, 위법이다라는 것을 좀 더 힘을 실어줄 것 같습니다. 그래서 탄핵 무효가 될 거라고 믿고 있습니다. 韩国的英文报纸《韩国先驱报》吹沙一篇标题是：为什么尹锡悦支持者的美国国旗的报道特别解释南韩保守派特色？ 青条旗对因来讲是反共的象征，也是美韩两国安全伙伴同盟的代表。同款情形也捌出现伫咧2016年甲2017年反对朴槿惠总统被弹劾的街头示威活动。因所传送的信息是坚定的保守派立场，亲美国的方向，一个彻底反对国内任何左倾或者是亲北的势力。 另外，南韩公调处替发起签发的逮捕令，要去总统的官舍执行任务无成功了。崔沙是转向代理总统崔相木发送公文，要求代理总统下令总统警卫处卖阻挡拘捕任务。崔相木伫咧几工前无顾到执政党的反对，任命2位宪法法院的法官来满足国会在野党的部分诉求了，引起执政党强烈的批评。总统办公室的高级幕僚甚至是全体请辞。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辑。